有冇試過咧好唔抵得身邊嗰位男士，平時又唔洗面又唔搽嘢，皮膚竟然仲超滑溜喎，反而自己咧日日咧俾心機喺度搽呢樣搽嗰樣，塊面咧就成日反覆咁敏感發炎啦。其實呢個重點咧就係你保養得太複雜啦，搞到皮膚屏障咧嚴重受損。好多女仔咧一見到皮膚乾啊或者有啲咩事出現咗嘅時候咧，就會瘋狂美白啦、去角質，仲要晚晚敷 mask，以為咁樣做咧對皮膚好。嗱，國際化妝品科學期刊嘅文獻指出，過度清潔咧同瘋狂咁護膚咧，反而會破壞角質層，令到經皮水分流失大增。當保護層薄晒，你搽精華嗰陣咧，啲化學成分咧就會直接穿透你嘅角質啦嘅罅隙，刺激深層嘅細胞，引發強烈嘅刺痛同埋紅腫反應喎。相反，你身邊隔離嗰位男士咧，平時咧淨係用水洗面，因為佢冇過度干預啊，咁所以咧屏障咧反而係完整無缺喎。想皮膚咧回復翻靚同光澤咧，試下由基本嘅減髮護膚做起。第一步，停用強效洗面產品，轉用弱酸性溫和嘅氨基酸洗面奶。第二步，轉用成分簡單嘅保濕乳液，做好最基本日常瑣碎就足夠啦。我係你皮膚驗證專家 Ada。如果你成日咧都皮膚敏感啊，容易紅喎，千祈唔好再自己亂咁搽類固醇啦或者其他嘅產品啦，分分鐘咧越搽越衰，即刻 inbox 或者 WhatsApp 我，等我同你一對一做個專業嘅皮膚分析。